大家好，今日我帶大家深入探索婺源燒仙草嘅歷史與文化，並推薦一間位於深圳益田假日廣場嘅超人氣台式甜品店千戶本鋪。婺源燒仙草係台式甜品嘅經典，滿滿嘅懷舊風情。婺源嘅歷史可以追溯到1946年，由台灣嘅蔡林寶雲發明出嚟。佢嗰時候住喺新北市瑞芳區，幫忙婆家經營雜貨店。瑞芳係個煤礦小鎮，礦工、學生來來去去，生活忙得要命。大家都愛食啲簡單又消暑嘅小點心。蔡林寶雲一開始喺店門口賣梅子冰水同埋刨冰，後來發現芋頭剩唔少，又覺得芋頭口感普通，就靈機一動，把芋頭混住地瓜粉、太白粉搓成小圓球，呢個就係婺源嘅起源啦。呢一款 Q 彈又軟糯嘅甜點，不但滿足咗礦工同埋居民嘅味蕾，仲能挑進冰品裏邊，成為夏日消暑佳品。而燒仙草呢，則係嚟自福建閩西南，當地人攞仙草熬成清涼嘅甜品，滑溜溜又帶點草香，夏天吃超解暑。到咗台灣，呢兩個一搭，變成咗我哋而家超愛嘅婺源燒仙草，爽口又滿足。2000年代開始，仙芋仙、胡官園呢啲台灣品牌把婺源燒仙草帶到內地，用天然健康嘅食材同埋超讚口感，馬上火遍全國。尤其喺深圳呢一種熱鬧城市，婺源燒仙草唔止係甜品，仲係年輕人打卡嘅必備，滿滿嘅台灣味，一食就讓人愛上。今日嘅主角係位於深圳益田假日廣場嘅千戶本鋪，呢個於2021年創立嘅台式甜品牌，以手工現做同健康理念聞名。店裏邊用當季新鮮水果、活源、麻薯，呢啲都係現場做嘅，保證新鮮又好食。呢一種認真嘅態度，俾千戶本鋪迅速成為深圳當地備受推崇嘅甜品品牌，吸引無數甜品愛好者前來朝聖。千戶本鋪就喺深圳益田假日廣場1樓，超好揾。從羅湖口岸開車過去只要10分鐘。首先從羅湖口岸坐1號線至老街站，再轉乘3號線到翠竹站，從 B2 出口出站，落樓梯後左轉，直走幾分鐘便可睇到超顯眼嘅 Holiday Plaza 招牌啦。過個馬路對面就係廣場，千戶本鋪就喺招牌下面，超好揾。走進千戶本鋪，你會被其清新簡約嘅日式風所吸引。空間超寬敞，木頭搭白色裝潢，感覺溫暖又放鬆。無論係用餐定係影相都超舒服。千戶本鋪嘅菜單超豐富，各種婺源燒甜品應有盡有，仲能點新鮮水果同椰子做嘅飲料。甜品價格親民，平均大約25蚊，飲品則喺20蚊左右，性價比極高。我哋點咗2款招牌甜品，鮮榨椰奶婺源燒同埋鮮榨芒果婺源燒。首先，鮮榨椰奶婺源燒呢款甜品簡直係視覺東味覺嘅雙重享受。一碗滿滿嘅3色婺源，紫嘅、黃嘅、白嘅 Q 彈又甜，仲有淡淡嘅芋頭香，配上一大塊滑溜嘅仙草凍，入口清涼，草香悠然，甜度啱啱好。新鮮西瓜同芒果切成小丁點綴，酸甜多汁嘅果味，讓甜品超有活力，顏色超繽紛，睇咗就超想食。另外仲有1小樽鮮榨椰奶，裝喺精緻嘅牛奶壺中，椰汁甜甜嘅超濃，
帶點天然椰香，淋喺芋圓燒仙草上，味道超有層次。此外，鮮榨芒果芋圓燒同樣出色，五顏六色嘅芋圓配上新鮮芒果塊，再加一碗超清爽嘅芒果沙冰，簡直完美。沙冰係用鮮榨芒果汁做嘅，裡面仲有芒果果肉，入口冰冰涼涼又香甜，超有夏天嘅感覺。芋圓同芒果係常溫嘅，跟冰涼嘅沙冰一搭，溫溫涼涼嘅口感超舒服，完全唔會覺得太冰，食一口就停唔落嚟。同香港嘅甜品店比，千戶本鋪嘅價格真係超划算。似香港某間甜品店嘅招牌仙草芋圓，雖然佢有黑白珍珠，但配料單一，缺乏水果嘅鮮活點綴，價格卻要45港幣。千戶本鋪嘅芋圓燒仙草先至23蚊，唔止加咗新鮮水果同滑溜仙草凍，仲配上超濃嘅鮮榨椰奶或者芒果沙冰，超值到爆，絕對要試下。推薦千戶本鋪嘅另一大理由，就係佢所在嘅益田假日廣場本身就係一個美食與娛樂嘅絕佳去處。呢度匯聚咗各式餐飲選擇，包括茶月山、霸王茶姬等熱門飲品店，滿足唔同口味嘅需求。此外，廣場裏邊嘅永輝超市超大，面積差唔多有5萬尺。該超市不但可購買各種日常用品同飲品，仲有好幾個熟食區、海鮮檔同涼菜區。海鮮檔可以即爐新鮮3晚海鮮，仲可以免費幫你加工。當中最平嘅係生蠔，大隻嘅只係13蚊。此外，熟食區超多好吃嘅，好似韓式炸雞、燒豬、烤雞，價格先至20到30蚊左右。最誇張嘅係片皮鴨，一盒只要30蚊左右，份量超多，餅皮有6、7片。仲配上青瓜、葱絲同山楂塊，食起嚟超滿足。香港半隻片皮鴨隨便都要200蚊，呢個性價比無可比擬。廣場仲有米兜歡樂王國同埋星際傳奇遊戲中心，佢哋都非常適合家庭玩樂。另外仲有個覓書店，文青可以去華雅書超一下。反正唔理係食嘢、買嘢定係玩樂，益田假日廣場絕對讓你流連忘返。